你看熱辣辣新鮮麵包，這個小孩都可以做的麵包啦，這裡是高級麵粉，一點鹽巴，然後一點這個酵母，然後呢，這裡呢先攪一下它啦，你們用筷子也可以啊，但我剛好有這個厲害啲啊，攪完呢加點橄欖油啊，最後呢加點水，分量我都大概的，你們自己看計算欄啊，然後呢攪勻它就可以啊，因為我整過很多次啦，已經是東和碼等級，所以呢我不用量稱的啊，搞到咁樣一撇嘢咁呢就可以用手啊，把它捏成一塊咧，咁啊就 OK 啊。嗱，搓到咁樣咧，烤嘈嘅咁樣咧就可以停啦。我們拿去中粗烤肉啊，嗱，拿個保鮮袋咧加點橄欖油啊，有那個麵團咧直接丟下去，讓它兩面都煎到油就不會連住。通常咧我可以早一天做好，然後咧就是可以放冰箱發酵最多2天，然後咧做的那一天咧就直接雪櫃拎出嚟就開煎就 OK。這個發酵啦2個多小時啦，最少要1個小時啊。嗱，搣一塊麵團出來，稍微弄平它，有一點點厚度的，然後呢中火，什麼都不用加。本來想去海灘拍的，但是哇真的太熱，今天我快會暈倒啊！這樣假裝海灘，有沙子，玩沙啊，然後呢，有海水，完美。看到它有啲咧脹卜卜咧，都可以翻啊，完美啊！哇，你看太陽地手，哇，好熱。你們每邊大概煎30分鐘啦，不同厚度火力咧都有點差，食一啖就知道數味。然後這裡是那個 Outdoor Boys Honey Butter，奶油加蜂蜜加一點點鹽巴，直接倒下去，哇，你看超簡單懶豬麵包，然後中秋節來個月圓彎刀切，你看熱辣辣新鮮麵包，完美啊！如果你們有小朋友咧，教他做這個麵包，然後咧俾粒怡寶糖佢一起去中秋月亮，試一下。